有开会，那当然开会中一致，就是支持主席。可是主席到目前为止都一直还在请教于我们党内外的这些前辈，对，所以说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。他在请教副手问题吗？副手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推荐，对，是。那所以他现在等的就是副手。等的是决定，不是等副手。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王金平院长他昨天有说，他昨天是证实了，就是宋王两个人有见面。有见面当然是好事，然后尤其就是谈合作嘛，我们一直保持的开放的态度，就是只要是不认同这个蓝绿继续这样子恶斗下去的政党或者是个人，我们都很乐意，然后一起合作。是谈搭档吗？有可能是宋王配吗？搭档的人选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慎重，所以说主席第一还没有决定，第二这个所谓的副手人选有很多人推荐，对，包括谢金河先生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财经界人士，所以说在上一次主席去谢谢他的采访的同时，也有提起说，开玩笑的说，因为谢金河先生问主席说，你什么时候要宣布？那主席就问说，等你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愿意当副手的话，那就不用再等下去了哈。那其实那只是一个开玩笑，不过到最后主席也很慎重的说，你是一个非常熟悉台湾、东南亚国家跟美国情势的一位财经人士。如果谢金河先生是愿意的，请他好好慎重思考。对韩国瑜就是有部分讨厌韩国瑜的蓝营人士的不满，所以宋主席有被劝进。这个问题很好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些对自己政党所提名的人没有信心的那些人，一直在制造所谓宋楚瑜如果出来是这个为哪一个人出来，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智慧的想法，他已经是落后20年。就是20年前他讲这些话，有人还相信；现在讲这些话，只会让人家觉得说，你们对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是没有信心的。还有一说就是说，宋主席希望可以保持在新党在立院的席次，所以他并不才要。那主席如果最后决定参选，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当母鸡，然后来带我们的小鸡这些问题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势就是蓝绿恶斗20年，那其实不表态的选民到目前为止还将近有40%左右的选民是未表态，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说可以有第3个选择。所以预计什么时候会宣布？就还没有，第一定要先决定，然后再宣布嘛。那目前看起来呢，问主席。所以你觉得参选的几率从1到10现在有多少？我觉得宋主席参选的几率，我觉得8成，我觉得8成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当然很支持主席出来。